咱来共读上帝话。今仔日有2个所在的圣经，出来记记第20章17节，另外一位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出来记记第20章17节，唔通贪恋别人的厝，也唔通贪爱别人的某，如萝卜、如荸、如或是其他的物件。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遐想要发财的人，会陷到伫有隙内面，互做无知甲有害的剧望掠条，最后沉沦至到毁灭。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因为贪无钱财来偏离信仰，受尽痛苦，心灵破碎。圣经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祝福。信息，今仔日咱蔡主任牧师要带来信息，伊的题目是木心系列第22讲，贪心。贪心，请咱注意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常常伫社会新闻中间看见着真侪案件，其实拢甲贪婪有关系。咱看见无论是平凡的百姓，或者是有时地位真悬的一寡官员，因有时因为贪婪来失败。所以圣经同咱讲，贪财是万恶的根源。真正是值得咱警醒，所以要对付咱人生中间的贪，今仔日中间圣经提出真侪提醒，这是咱今仔要学习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来安静。主，求你的话，这个时刻就进入阮的心，来帮助阮清起阮的心肝。互阮搁较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本身领受祝福。阮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这是咱真实的10条诫的最后一条诫。这最后一条诫是安尼讲的，讲毋通贪夺别人的厝体，也毋通贪爱别人的某、女婢、奴才、牛或是其他的物件。意思就是讲毋通贪。咱若去分析这10条诫的结果，咱知影头前4诫，就是讲袂当有别个上帝，袂当为着家己雕刻偶像，袂当滥觞称上帝的名，爱守安息日。这拢是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建立，就是上帝爱咱人对伊的改变，所以头前4诫是人甲上帝的关系。然后第5诫到第9诫，这是咧讲人对人中间的改变，爱孝敬父母，袂当杀死人，袂当行奸淫，袂当偷窃，袂当做假干净。所以咱会当安尼理解，就是讲头前9诫是一个人外在对上帝甲对人的行为的规范，这是头前9诫的一个焦点。但是第10诫无共款，第10诫是安那？伊将迄个焦点放伫咱的心，贪是咱的心是咱心内的动机。所以旧约有一个伦理学家，有一个旧约的伦理学者叫做华德凯瑟，伊安尼讲，伊讲。第10诫这个贪婪是指人的一个心思的过程，毋是讲行动是指人的心思过程，就是一种思想的形式，也就是咱的关系咱的心的一个改变。所以咱会当安尼讲，虽然第10条诫无一定是上介重要的改变，但是如果咱会当有效去
控制咱内心的贪婪，安尼咱就有能力做头前第1届到第9届的这改变。意思是安尼讲，如果一个人若袂贪婪，知影家己所拥有的是来自上帝，所以伊无应该互其他的代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伊自然伊会甲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伊会敬畏上帝。这就是第1条诫甲第4条诫。啊，如果一个人若袂贪婪，伊就袂做出偷窃、奸淫、杀人的这代志。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若会当操练第10条诫，就当做好第1届到第9届。但是要做到无贪心，咱需要好的操练。所以今仔的经文中间，互咱一寡建议，这就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咱会用4个礼拜的时间来讲贪心这件代志。咱今仔要讲一个导论，但是进入主题进前，牧师要甲大家来做一个代志的分别。就是咱来理解，较无甲贪婪，其实是一线之隔。咱来先分别，什么叫做贪心，什么叫做较无。有一寡人会感觉犹豫讲，上帝创造人，为什么要互人有贪婪的心？实际上，咱来理解，上帝创造人伊互人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无爱人做伊的家里人无爱人成做伊的傀儡，所以伊要互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人会当家己决定家己的代志，会当选择要做什么款的代志。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稳定无咱人拢受上帝控制，安尼人若亲像机器人同款。所以上帝无爱咱呢，伊互咱一个稳定，就是互咱自由意志，咱通决定咱家己所做的选择。当然，咱人的心若良善，自然而然，咱会选择好的代志，选择做上帝欢喜的代志。但是人一旦较无的对象、甲方向错毋对，结果就是违背上帝当初时互人即个自由意志的好意。所以咱来理解来讲，贪心甲较无对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伊的分别就是在伫伊的对象。那正确的对象，咱叫做较无；那错误的对象，咱叫做贪婪。举一个圣经的例来，互大家了解圣经中间旧约有一对兄弟大汉叫做以扫，伊小弟叫做雅各，对无？咱看见着，应该是这大汉的以扫应该爱承受大囝的祝福，大囝的名分，对无？结果伊为着贪婪一碗红豆汤，出卖大囝的名分，所以咱来爱理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伊讲贪婪世俗，那亲像以扫的，伊因为一点食物，将家己大囝的名分来卖掉。因为对象也无共款，所造成的结果嘛无共款。咱看见着雅各用尽心思意念，检查用真无好欺骗的手段，伊嘛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以扫却因为一时贪爱世界，甲上帝的祝福隔绝。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较无甲贪婪是一线之隔。较无之所以变作贪婪，主要是因为对象错误。所以牧师伫遮要勉励大家，咱来较无属灵的代志，较无上帝国的代志，咱毋通过头去贪婪俗世的代志。这是咱来做一个分别。但是咱来理解咱要面对这世间的引诱，其实是真大的困难。所以今日牧师要互大家几个方法。你要去除了贪婪第一项代志，你就是爱找出你的弱点。你爱找出你的弱点，你的弱点到底伫倒位？你爱找出你生命的问题是啥物货？啥物货是控制你生命的代志？啥物货是互你贪婪的源头？对圣经中间我简单举4项，咱大家知。每一个人可能受引诱你的贪婪的对象可能无共款，但是这4项互大家做参考。
第一项上高吸引咱的，就是财米。所以咱拄则所读的圣经10条诫，就人讲，袂当贪别人的厝体，袂当贪别人的牛，袂当贪别人的驴，甲其他的物件。即别人的财米，咱毋通来贪，因为人一旦起了贪财的心，安尼心就容易被迷惑。保罗先生嘛安尼讲，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伊讲遐想要发财的人，就陷伫迷惑中间。就伫罗网甲真济无知有害私欲内底，互人沉伫败坏甲灭亡中间。所以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的正道，用真济忧愁、艰苦将家己刺杀。所以这是保罗互咱一个提醒，毋通贪财。圣经中间代表人物伫新约就是犹大嘛，犹大本来是耶稣所重用的人，所以耶稣看伊人真精英，所以交代伊管理所有的财务，但总是因为伊一时的贪财，出卖耶稣，成做千古的罪人。所以咱来理解，这财米伊有真大的吸引咱，会引诱咱，互咱的心得到迷惑。第2项。就是美色，这第10条诫讲安尼，讲毋通贪恋别人的某，贪爱美色也互人沉沦。圣经中间上界出名的是啥物人？大卫王嘛，对无？大卫做国王的时阵，伊有真大的权力，甚至伊有真侪某，但是因为一时贪恋别人的某，所犯了第10条诫。到尾连第7条袂当甘人麻烦，然后第6条袂当害人麻烦，结果互伊失去家己的囝儿，伊后代必须要活踮伫刀剑中间。所以这点咱嘛爱特别注意。第3项咱搁爱注意，就是有人贪恋名声啦，名声地位，贪爱世俗的名。圣经中间耶稣常常谴责法利赛人，上界大原因就是因为因爱名声啦。所以耶稣提醒我啦，咱来说哩，毋通伫别人面前表现咱的敬虔，故意要互人看见。安尼做咱袂当对天父遐得到奖赏。伫初代教会嘛有一对翁仔某，叫做阿拿尼亚甲撒非拉，因看见有人卖掉家己的财产，捐互教会。得到足好的名声，因嘛想要学别人，这原本是好，但是因佫毋甘遐钱财，所以将家己的财产卖掉留一部分，然后讲因是将全部拢献出来，结果上帝当来处罚，所以毋通贪爱名声，这嘛是咱来注意的。第4项就是啉食，贪食好酒，这嘛是一种贪恋。咱拄则所读的牧师所讲的这圣经，讲有贪恋世俗，那亲像以扫，为着一点食物，将家己大囝的名分卖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拢是有可能吸引咱，互咱进入贪恋的罪的中间的这物件。咱用这4项代志来检验咱家己。每一项的软弱可能无共款，有人贪财，有人多情。为人爱食，为人喜爱名声地位，而且有时阵咱的欲望常常会因为年纪来改变。无共款的时阵，无共款的地点，咱有可能受无共款的诱惑，这拢是咱爱注意的。所以你要先找出你生命这个时刻控制你的弱点伫倒位，然后咱进入第2步，就是你要对付你的念头啦，你的欲望啦。当咱找到咱软弱的所在的时阵，你着爱认真、严肃去面对伊，对付家己的弱点。正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为着要完全控制伊啦。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做讲，我拍我的身躯到舔舔，互伊降服。意思就是讲，爱对付咱生命中间的弱点嘛。有时阵咱无法度准则，咱受诱惑。
是因为咱无要承认问题是出伫咱的弱点，吼，咱拢是爱将这责任吼，拢撒互别人吼，拢撒互别人吼。譬如讲有个人爱食吼，拢怪别人摕物件来诱惑你，吼。也有人讲吼，比如咧食稻的时阵，都拢常常爱讲安尼，讲我食这了吼，我知影讲吼，我对我身体、对我健康可能影响，但是若看到无食吼，比死较艰苦，吼。所以就讲我无应该食，叫迄基地就冲出去啊，吼。有人惊家己的某吼，反对家己啉酒，就甲伊的某讲吼，我来讲吼，即杯酒我啉了了吼，我看你吼，加少年20岁，吼。所以吼，就去啉落去啊，吼。咱来理解来讲，享受食物带互家己快乐，毋通互这食物控制你。有人爱啉酒，啉酒了吼，学袂讲话，可以改圣经的吼。我过去捌拄着一个吼，当然伊可能是讲生气，伊讲吼，圣经无讲靠主常常喜乐嘛吼，伊是靠酒常常喜乐吼。所以请爱记住吼，咱若无承认问题是出伫咱家己的欲望，永远无法度解决问题。咱来看一段圣经吼，这圣经雅各书第1章14节安尼对咱讲：，这人受到试炼引诱，是被家己的欲望勾引出去吼。这台语的圣经翻译了做水哦，台语的圣经翻译做啥？是被家己的欲望所迷所钓，吼，钓鱼的钓，吼，伊意思是咧讲吼，撒旦亲像一个钓鱼的人，吼，伊用一寡俗世的物件吼，做这引诱，吼，人就是鱼啦，吼，你若无去食即个伊所准备的物件吼，永远袂引诱成功啦，吼，伊用啥物来引诱？用咱拄则所讲的财米嘛，用美色嘛，用名声嘛，用这个食物，甲你引诱，引诱到尾仔的时阵，咱人欲念吼，若甲伊配合，你若欲望若无要甲伊配合，你永远袂受伊引诱。但是因为咱欲望亲像一个狗，甲伊狗做伙，咱就被伊钓去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讲遐属伫基督耶稣的人，已经将伊本性一切邪情欲望，拢钉死伫十字架顶。将一切邪情欲望拢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来对付咱家己的欲望。所以，伫遮牧师有3个建议，咱做伙来学习。第一个建议就是咱毋通挖紧遮个引诱咱的物件。咱毋通挖紧伊咱拄着伊，就爱赶紧逃离现场咱知影咱若接近伊，就真容易受伊引诱牧师来台北我有时想讲我爱小可运动一下我都拢会出去外口行我若落雨，我都拢会行伫迄个地下街我拢对这中山地下街一直行到火车头然后搁行台北地下街大家知影这路啦台北地下街，台北地下街真长呢。但是伊若咱行那个会行去到美食街，你知无？若行到美食街的时阵，拄长咧腰所以我若行到遐时，我就赶紧回头无就叫人引诱去所以咱拄着这会引诱咱的物件咱就爱闪避伊，咱知影咱台语有一句俗语讲饮食拢是啥物会受的了无？你若过头有自信讲我袂受引诱，我过袂要紧，我过就去互引诱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就是讲，咱拄着这个代志特别是咱毋通想讲要去甲魔鬼，你若还未准备好，你毋通想要去甲魔鬼争战你爱赶紧逃走去倒？逃走到耶稣基督的脚前，离开现场。第二项，咱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一项行动的时阵咱爱先去评估，爱计算迄个代价。你敢有可能承受这个代价？有个人拄着感情的问题，想讲我做者袂要紧，结果
规个家庭拢破碎，伊所拥有的一切拢无去，所以一时袂晓想啦。所以咱要做这决定，要做这评估，要做这动作的时阵，咱先评估这个效果，咱敢有承受这个代价？啊，若无吼，最后你嘛要想耶稣。咱每一样拢是耶稣基督牺牲伊的生命赎回，所以咱每一样拢是当耶稣付出足大的代价来将咱赎回。啊，咱若做毋对的代志，耶稣基督敢会替咱伤心？当然会嘛。所以，咱直接要做这个决定之前，咱会想讲，耶稣，我做这件代志，耶稣敢会为我伤心？所以，这三项代志帮助咱毋通挖进这个有限的源头。第二，咱要做这件行动之前，先评估效果。第三，咱先上耶稣。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咱常常的含入的一个有限，就是对伫钱财的有限。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无贪财米的5个秘诀。我来整理起来，都叫做4不1没有了。4不1没有，咱来这5个原则来记伫咱的心中。无贪财米的秘诀，4不1没有。咱先来讲没有啥物货，你也知影你伫金钱的控制、财米的控制顶面，你无主权。咱这是基督徒，咱来明白，咱所有的拢是属于上帝，但是上帝交代咱管理，咱有管理权，无所有权。所以圣经同咱讲因为咱无带啥物来到这世界，咱每一样拢是双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也袂当带啥物转去，所以咱理解，咱伫即世间只是暂时。咱生命中间所有的拢是上帝予咱的，这是上帝大的恩典。咱对咱的产业只有管理权，无所有权。咱来知所以咱咧处理咱的产业，要运用咱的产业进前，爱问啥物人？爱问有所有权的上帝嘛？咱安尼做。上帝够欢喜，这真重要所以咱伫金钱的控制顶面，咱无主权，咱来问上帝。然后4个不咱一个一个来学。第一个，关系金钱的拥有咱毋通贪婪这拄则有讲过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咱毋通贪有人贪婪钱财，就比引诱离开真道，用真侪要求。将家己刺插，所以咱来理解毋通互金钱，毋通贪婪金钱，直到你的生命充满真侪要求。关系金钱的拥有，咱毋通贪婪。第二个不是关系金钱的取得，咱袂当偷摕，不可偷盗。圣经教示咱袂当用无正当的方式来得到金钱。咱着无？凭咱的手所做的工来得到谢礼，得到金钱，得到这个修行，这是正常是好的。但是关系金钱的取得，咱绝对袂当用无正当的手段去得到。所以10条戒中间第8戒嘛，咱讲袂当偷摕对无？主要所基督嘛，咱免来讲袂当偷摕。所以咱来明白咱会毋通。关系金钱的取得，咱袂当去人偷摕。可能大多数的人讲牧师，这点放心阮绝对袂去人偷摕但是咱来理解偷摕有另外一种讲法我细汉时阵，阮老母就老我讲你将来大汉你会去工作你若无拍拼工作你就是甲恁头家偷摕钱我到尾做牧师我若无拍拼工服侍我就是甲上帝偷摕钱的。这真严重所以一定要真认真服侍，真认真工作。咱来理解这点所以关系金钱的取得，咱袂当偷摕。第4项关系金钱的需要咱毋通烦恼啦不必忧虑圣经中间一直强调一个观念，
咱毋通为着咱生活的所需要来烦恼。所以耶稣安尼来讲，我甲恁讲，毋通为着生活所需要的饮食，就是身上所穿的衫来操心。耶稣是讲，既然我靠上帝人，咱毋通将日常所需要的来烦恼，因为烦恼无法度为你的现实带来改变。咱将上帝放伫咱第一位，专心倚靠伊，而且是上帝恩典内底拍拼工作，毋通忧闷操心。这是圣经互咱的教训，因为你操心，对你经济的改变一点作用嘛无。最后一项，关系金钱的分享，咱毋通毋甘啦。利用上帝的财米来做分享，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如果一个人会晓得分享，伊就袂互财米所捆绑。圣经中间主要所逐咱讲，爱借着迄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到钱财无路用的时，因会当接你到永远之地的帐幕。意思是讲，咱每一个人也会当管理咱的钱财进前，钱财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当互咱去帮助别人、祝福别人。虽然应该爱趁咱也会当管理咱的钱财的时阵，好好来利用咱手中的钱财去做好的代志，有利益伫上帝国甲其他的人，安尼咱就完成咱伫世间的责任。所以这非常重要。牧师甲大家分享4步1没有。如果你会当做到安尼，你就袂受钱财捆绑，你会当成做钱财的主人，你就袂成做伊的奴才。当咱成做钱财的主人，安尼这钱财上帝互咱的钱财，会当成做咱本身甲其他的人真大的祝福。所以今日咱面对一个真困难，但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后手牧师哥要甲大家分享3项秘诀，咱来分3讲，甲大家做伙分享。希望大家做伙来学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今日学习毋通贪恋的功课。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得到清气。阮用圣洁甲信心倚靠你来超越过阮的软弱。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